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16节我们一起来读：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同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在过去这个还有一节，这是第19节。好，我们来读啊，还没完，再继续。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22节我们再读一次：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一起再次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今天要一起在周六的晚上聚集来敬拜神、敬拜主、敬拜耶稣。谢谢你再次召聚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也求你透过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并且能够进入到你的真理当中，并且能够明白上帝你永恒的心意，以及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在过去这个礼拜当中，我们经历了可能许多人人生当中第一次的大地震人生当中第一次的大地震，但是对有人来说，可能已经不止一次。在大地震当中，可能你会想到什么呢？我要去见耶稣了，或是呢，在大地震当中，你想到的是怎么办？我还有很多人生的梦想，我还有很多人生的计划，可能还没有完成。但是有的人想太好了，我终于要解脱了，可能不用在这个世界上继续背负这么多的重担，背负这么多的烦恼。但是呢，我相信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都在上帝的掌握当中这次的地震叫做403地震它是来自于菲律宾海的板块跟欧亚大陆板块的衔接挤压所造成的。所以对居住在东海岸花莲地区来讲呢，这是一个必须要经常去面对的一个挑战。那这跟我们之前921的地震比较呢，之前921呢是1999年的9月21号，所以隔了将近快要25年了。而921呢，的震度深度呢只有8公里，那是比这个403地震更强虽然规模都在7.2、7.3，但是呢，这个震度呢还是有差别，记得我921的时候，那时候正在读。才去神学院开学的第2个礼拜，才在去读神学院的第2个礼拜就遇到921地震所以那一天真的所有东西都掉下来。但是呢，这次的地震我们还是要感谢神。你知道这次的震央在哪里呢？403，就在这个地图的右边，不是在台湾的本岛，是在外海，离这个花莲县政府大概25公里的地方但是921就没有那么幸运了。921的地震呢，震央在哪里？有没有人知道？集集标准答案所以又叫做集集大地震叫做集集大地震。所以呢，这次的地震呢，跟921其实是相差还是有一段的距离，但是呢，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地震当中其实这25年来，台湾在地震的经验上面有在持续的进步所以很多的公共建设，还有交通运输，都有在地震的时候第一时间有做这个反应但是呢，也让人家很纳闷，就是我们比如国家警报，这个地震警报怎么没有响？反倒是有一个 App， 这个 App 有没有人下载？有下载请举手。没有那今天牧师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个 app 呢，好是在地震当中前30秒就送出了警报，前30秒403那一天7点57分，好，它就送出了警报，好，30秒后果然就大地震，好，所以这个 app 现在非常的火红，好，我就赶快去下载，好，果然好，这有试到说它有在30秒前，好，还给你左上角这个跑马，好，倒数的秒数，它从35秒。好，他告诉你还有，而且还是小数点第2位，好，他算得非常的精准。所以呢，但是呢，这个 app 呢，好，只有 Android 才找得到，好，所以这个你用 iPhone 人怎么办呢？你看到拿 Android 人跑的时候呢，就跟他跑就对了，好，就跟他跑就对了，好，这个但是呢，好，现代的科技呢，好，的确是让我们好在生活上有许多的便利，好，叫做 KNY 台湾天气地震速报，好，这个不是打广告，而是为了让下次地震来的时候，你还有30秒钟的时间可以思考，如果真的还有30秒后地震，你要做什么事情？先找安全的地方，好，先保命，先离开危险的地方。还有呢，可能你旁边有不便的人，好，你可以先去帮助他。所以这是一个练习，好，如果30秒后就地震，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呢？好，我相信，当我们常常在训练，好像我听到我们教会江南教会几个小朋友，他本来在抱着弟弟，结果呢，才这个崇恩的女儿啊，叫做以乐，结果呢，他地震来的时候呢，本来抱弟弟，赶快把弟弟丢着，然后呢，拿着书包就躲到桌子底下去了。好，因为这是学校教的，学校没有教他说要把弟弟也一起抱走这样，所以他就把弟弟放在旁边去，自己躲起来。好，但是呢，我们有这样训练的时候呢，好，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要怎么样好，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做好预备啊。今天我们要继续从上个礼拜复活节之后，好，我们开始要读以弗所书啊，我们一起说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是保罗在监狱当中写的4封书信当中的其中一卷哦，好，就是加佛非西、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和哥罗西书。以弗所书，好，保罗用最短的篇幅在讲到什么是关于教会，而保罗在一开头当中，好，1章3节，我们一起来读：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因为他借着基督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上帝借着基督把天上什么东西赐给我们呢？各样属灵的福气。最近好，我们在放清明节的连续假日。好，清明节好，很多人要去扫墓。扫墓的时候呢，就要烧一些好，如果是民间信仰、传统信仰，他就要烧一些纸钱啊。好，他要烧一些给他的祖先啊。好，但我昨天看到在新闻上面呢，好，在中国大陆呢，他们不是只有烧纸钱，他们烧什么呢？他们烧房子，烧车子。好，不是真的房子，真的车子，是用纸去糊的。好，就烧银行。好，然后现在呢，都改成电动车了，还有最新的那个小米的电动车，好，也都买得到。哇，然后呢，烧了一堆的东西。好，甚至呢，还记得要烧什么？充电站哦，好，那个电动车还要烧充电站给他，怕他在车子在阴间开一开没有电了。但是呢，天上属灵的福气不是我们的来世，不是我们往生死了之后才会得到的。天上的属灵福气，属灵的福气是今生就能够得到。好，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天上属灵的福气是我们今生就能够得到。天上属灵福气是我们今生就能够得到，所以从第4节到14节，保罗讲了7样天上属灵的福气。好，在我们的周报上面好也有，所以你也不用抄下来。这7样属灵福气呢，都是得儿子的名分、得救赎、得赦免、得知上帝的旨意、得将来基业、得真理福音、得应许圣灵、得荣耀称赞。意思就是说，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 gift， 上帝给我们的礼物。它所代表的就是上帝的拣选，因为它让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满有爱心，代表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这个恩典是白白赏赐，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代表上帝让我们明白他的奥秘，有聪明的智慧，知道上帝做各样事情的美意，包括403的地震、921的地震，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各样的地震，也是有上帝的美意。还有让我们得到明白上帝的预定，上帝要在时机成熟的时候，
让我们跟基督同归于一啊。耶稣基督怎么样子活，怎样的复活，我们也要跟他一样，上帝都预定好了。还有让我们得到盼望，这盼望是来自于真道、真理的道，让我们能够信基督，而信基督，我们就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圣经说，这圣灵要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印记啊，就是有个记号。所以这个记号呢，就是在上帝来的时候，他直接看有这个记号的，就是属基督的，就是属上帝的，就是属于天国的子民，同得基业，你能够进入天堂、天国的大门。而这印记呢，还给我们一个凭据。凭据的意思是什么呢？凭据的意思就是保证金啊。上帝把这样的保证金好放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随时带着。这个带着就是说，你有这样的凭据，就等于已经等同在天上，你可以直接去兑换一样。好，所以你有了一个保证金，有了一个圣灵的凭据，这个圣灵就是那凭据哦，让我们一直到我们得救赎，完成上帝计划的那一天。好，虽然只有短短的11节啊，好，不过呢，牧师已经尽量用最简单的方式，好让大家知道明白什么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既然有这么多属灵的福气，最重要的，其实每一个基督徒对这些福气都不陌生。最陌生的就是最后这两个：圣灵的印记和圣灵的凭据。我们说一次：圣灵的印记和圣灵的凭据。我们都能够明白拣选恩典、上帝的奥秘，知道他的计划。可是对于圣灵，我们还有一些的陌生。而复活节之后的第50天，叫做什么节？圣灵降临节，又叫做五旬节。旬就是10的意思，五旬就是5个10，就是50天。所以中间经过了749天，从耶稣复活到7个礼拜后，第50天就是当初使徒行传圣灵降临的时候。所以我们从复活节上个礼拜天复活节之后，到圣灵降临节这49天当中呢，就是一个我们学习、认识圣灵、明白圣灵，还有领受圣灵的一个机会啊。所以呢，牧师鼓励，好，也为大家祷告，在这49天，今年的圣灵降临节是5月19号，在5月19号还有1个多月这个日期当中呢，我们可以更多的经历圣灵。阿们。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圣灵的居所。刚才以弗所书所说的这张图呢，好，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看新闻？你知道这是什么图吗？啊，哪里？谁的家啊？这应该不是牧师的家吧？好，如果呢你不知道这个图呢，好，你就去搜寻关键字，叫做花莲王。好，花莲王。好，那现在他已经改名了，叫做李和王。好，李和王。因为这个前县长呢，好，他家想要剖他家的灾情，结果大家都歪楼哦，这个县长收了多少的礼盒啊？好，然后还有 Johnny Walker， 然后还有一堆的酒，哇，根本都没有拆封，都没有开。好，结果这个前县长就自己把这个图收回来了。好，所以你现在在脸书上找不到，好，不过你在 Google 上还是找得到。如果你的家中是长这个样子，你觉得有没有人想要来这边做客？因为你连过去的地方都没有了，走路的地方都没有。当然，这不是他故意的，这是地震造成的。但是我们如果要成为一个圣灵的居所，迦南教会要欢迎圣灵来这个教会，但是迦南教会长这个样子，你觉得圣灵有办法在这边居住吗？一定是很困难的。所以牧师要带领大家来思想，什么是欢迎圣灵的居所呢？要欢迎圣灵的居所，其实我要先反问，什么是圣灵不喜欢的居所？其实这不是我反问的，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他告诉我们的。什么是圣灵他不愿意来的教会呢？我们来看，保罗一开始就说了：从前你们因为犯罪违抗上帝的命令，你们在灵性上是死了。那时候你们随从这世界的邪风恶俗，顺服天界的掌权者。就是管辖那些违抗上帝命令人的邪灵。这里保罗讲了3件事情是圣灵不欢迎的，圣灵不喜欢的。第一个就是罪，第二个就是死，
第三个就是邪灵。我们说罪、死、邪灵。一个人如果生命当中有罪，一个人生命当中带着灵性的死亡，一个人常常受邪灵的控制，是没有办法让圣灵在他身上来居住的。第3节我们一起来读，其实我们每个人从前也都跟他们一样，放纵本性的欲望，随从肉体的和意念的私欲，因此我们跟别人没有差别，都注定了要受上帝的惩罚。今天基督徒们可以很骄傲说：“哦，这个罪、这个死、这个邪灵，我已经没有了。”但是保罗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了，在我们接受耶稣以前，我们也是受到罪、受到死、受到邪灵的拘禁。基督怎么做的呢？因为第4节到第6节，上帝用丰盛的怜悯对我们的爱浩大无穷。我们的灵性在违命的罪中死了的时候，他使我们跟基督一同再活过来，是他的恩典救了你们。上帝已经使我们在基督耶稣的生命里跟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在天上掌权。罪、死、邪灵这3件事情，耶稣用上帝的爱、上帝的复活，还有在天上掌权来对付了。所以简单来说，罪代表我们的过犯，死代表我们灵性上跟上帝的断绝，魔、邪灵代表我们的私欲。但是因着耶稣十字架的怜悯大爱，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因着耶稣十字架从死里复活，让我们死亡的灵性也能够得救活过来。因着耶稣他复活升天，在天上掌权，我们能够跟他一同在天上掌权，不再受私欲的控制辖制，我们能够得胜。所以因着耶稣，我们得赦、得救、得胜。好，我们一起说：得赦、得救、得胜。这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从前是在过犯、在灵性死亡、在私欲当中被辖制，但是耶稣让我们得赦、得救、得胜。所以第2章第10节，我们一起来读：上帝是我们的创造者，他借着基督耶稣改造了我们，要我们行善，这是他早已计划要我们去做的。所以上帝透过耶稣，让我们生命不再被辖制，而能够渐渐成为一个圣灵居住的居所，而能够去行善，这是上帝所做的。而后面11节又继续说：但是有一群人是你们，其实也是指我们，你们生而为外邦人的，要记得过去的情况。过去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被那些自称受割礼的人，那些人就是那些在自己身上动过刀的犹太人。他们犹太人称你们是没有受割礼的，所以跟圣灵隔绝，就是还有一个是外邦人。外邦人他们在上帝的子民当中是不洁净的，因为他们没有割礼的记号。可是虽然那时候我们跟基督没有关系，是外人，不在上帝选民的行列里，但我们在上帝应许还有在上帝应许给他子民的约上面无份，世界上没有盼望，也找不到上帝。所以外邦人也是不能够被圣灵充满。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一个约，没有一个记号，不是上帝的选民。所以刚才讲到罪、死、魔这3个都是圣灵没有办法居住。现在要加了一个第4个，好，就是外邦人。但是呢，耶稣怎么做呢？我们13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这些从前远离上帝，现在却跟基督耶稣结合的人，借着他的死已经接近上帝。这里让我们看见从前、现在。从前我们跟上帝是远离，没有听过他，也就算听过也不想鸟他，也不想理他，也不想要来亲近他。可是现在却跟基督耶稣结合，还有能够接近上帝。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原来耶稣基督不仅在罪、死、魔这3件事情救赎我们，他还在我们的命运上面。命运就是我们的出生。我们出生不是犹太人，我们出生不是上帝的选民。这时候
不是上帝的选民，本来是跟上帝隔绝，但是耶稣他透过他的宝血，透过基督的宝血，让我们能够得赦、得救、得胜，还能够得近能够接近上帝。所以这是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第4件的改变。而这4件的改变呢，其实是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让圣灵居住的教会，我们要领受天上属灵的福气，而不是你将来你的儿子、孙子烧这一些你也用不到的电动车，烧这些银行给你用，不是，而是我们在世活着的时候就要领受。所以我们从前是远离神，但如今我们能够亲近神，这是上帝透过耶稣所赐给我们的礼物。而接下来，耶稣还让我们在这4件事情上面能够得赦、得救、得胜、得进。这是以弗所书保罗他在监狱当中写信告诉我们的。而第2点，保罗要继续告诉我们的，耶稣来，他要让圣灵居住在我们当中，他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从冤仇到和好。从冤仇到和好，我不晓得讲到冤仇，你会不会想到某某人？好，我来反问一下，你觉得你都没有仇人的，请举手。我是讲英文吗？我再讲一次，你觉得你都没有讨厌的人，请举手。居然没有人举手耶！好，可见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喜欢的人。有不喜欢的人怎么办呢？圣经跟我们讲很重要的事情呢，因为有这一些的仇在我们当中，它会成为一道墙。14节，我们一起来读：基督亲自把和平赐给我们，他使犹太人和外邦人合而为一，以自己的身体推倒那使他们互相敌对、使他们分裂的墙。他废除了犹太法律的诫命规条，为要使2种人借着他的生命成为一种新人，得以和平相处。好，暂停一下。耶稣他看到上帝的子民当中就有很大的仇恨。耶稣怎么死的？上个礼拜复活节，上礼拜是这个棕树节。耶稣要进耶路撒冷，一群人在欢迎他，但是3天之后，第4天，就一群人吵着说要把他钉十字架。好，就一群人想要陷害他，要把他出卖，要把他卖掉。耶稣就是被他的仇人害死的。耶稣他这样和平的君王都有仇人，因为他知道人跟人的当中有这些的私欲，有罪，有死，有邪灵，还有我们在上帝的命定当中这些的隔绝。所以犹太人、外邦人他们的仇恨是非常的深奥。在这一群上帝的子民犹太人的眼中，外邦人都跟狗一样，所以他们在圣殿当中有内院，然后有个外院。这个外院当中，内院跟外院当中有一道墙，这一道墙就叫做隔绝的墙，好，或叫做分裂的墙。那墙上还挂了一个牌子，写外邦人跟狗不能够过去，外邦人跟狗不能过去。所以在这一群上帝的子民当中，他们的眼睛好不是只有长在这边，眼睛是长在头顶上。他们瞧不起这些的外邦人，外邦人永远没有机会进去这道墙的后面。这个墙后面是什么？是上帝的殿，是上帝的院宇，上帝的居所。可是耶稣用他的自己的身体去冲撞这道墙，一直撞，一直撞，撞到这道墙破了一个洞，就是十字架上。所以如果我们读马太福音，好，你读到26章，耶稣断气的时候，圣殿有一个布幔，那个布幔呢，好，本来是隔绝外面跟里面好的那个很重要的那块布幔，不能够轻易进去的。可是当耶稣大喊一声断气之后，那个布幔就从上
到下就裂为两半，表示那个布就怎样变成一个门帘，一个窗帘，就开了一条门。所以圣经说，耶稣用他的血为我们开了一条路，让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所以耶稣借着十字架，使外邦人、犹太人这两种人仇人可以一起进入到圣殿当中。16节我们再继续把它读完。借着在十字架上的死，基督终止了这种敌对的形式，借着十字架使两者结为一体，得以跟上帝和好。所以耶稣他怎么做的？借着十字架使本来互相敌对、互相分裂，可是却变成终止了这个敌对的形式。这是耶稣他所带来的一个转化，一个转变。所以冤仇，刚才每一个人都没有举手，表示每个人心中都有冤，不然就是仇。不管你是冤或是仇，牧师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冤仇有几种呢？我认为最简单的分类，冤仇有3种。第一种叫做过去的冤仇，第二种叫做现在的冤仇，第三种叫做将来的冤仇。过去的冤仇就是以前发生的，现在的就是现在发生的，将来的就是将来发生的。好，但是这3个有很大的不一样哦。你觉得这3个冤仇哪一个最可怕？过去的、现在的，还是将来的？将来的。好，我觉得这3个最可怕的是将来的。那你觉得这3个哪一个是最 peace 的？最不会影响到你的？好，如果按照字面上，好是过去的。过去的代表它真的过去了，那是我们以前发生的，但是把它化解掉了，所以它变成过去式的，它是过去的冤仇。可是如果你跟小学同学打架，然后打架到现在，你觉得这是现在冤仇还是过去的冤仇？如果没有化解的，都是现在的冤仇。如果你还在恨你的小学同学，还在恨你的国中老师，好，讲到国中老师，我也是会蛮生气的，好，因为他在我们要考高中联考的时候放生我们，好，让我们全班好将近3个月，他都不管我们，好，所以让我们这全班都考得一塌糊涂啊，好，因为我们班上的同学太调皮了，好，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去化解那个冤仇还在，它就变成。虽然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冤仇，可是它到现在都还在，叫做尚未排解。那将来的冤仇是什么呢？将来冤仇最可怕，因为它叫做重蹈覆辙。你知道有可能会跟人家起冲突，你知道有可能就跟人家结下梁子，你知道你可能讲这一句话、做这个事情、这个眼神、这个动作，可能就会引来杀机。可是你还是做了，这个就是重蹈覆辙。这些的冤仇呢，但是如果你化解了，以佛所说说，基督就让我们两下成和睦，成为新造的人。但是如果没有去化解的话呢，我们就是带着冤、带着仇在生活的人，叫做仇人。但是将来的，就是如果没有得到教训，没有学到智慧，你猜这样的人要叫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人叫做愚人。好，我们刚刚过完愚人节啊。好，愚人就是他没有得到智慧，没有得到教训。新人，耶稣说，圣经说，他使他们成为和平的使者，因为他懂得去化解冤仇。本来是很仇恨的，好歧视的。你们就是狗，你们就是一群猪狗不如的人。可是耶稣让他们能够成为一体，愿意一起来到同一个圣殿，一起来敬拜神，就是 peacemaker， 成为和平的使者。如果没有排解的，以佛所说也告诉我们，
就是耶稣借着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消灭了冤仇。所以，如果你有遇到冤仇没有排解的，你要带到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不是把这个十字架拔下来带回家，冤仇就会消灭了？应该不是把十字架拔下来，而是把我们自己钉在十字架上面。你想想，耶稣在十字架上7句话当中，哪一句跟化解冤仇有关？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讲的7句话，有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后面那句话说什么？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消灭了冤仇。如果耶稣没有为这些人祷告，耶稣可能带着仇恨，带着冤枉，带着很多的痛苦，就这样断气死了。所以耶稣心脏停的那1秒钟，他的心里面是有冤，是有仇，是有恨的。可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消灭了冤仇。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耶稣当下那个冤仇就释放掉了，就像那些邪灵一样，就不见了，就被赶出去了。而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避免重蹈覆辙？最重要的就是要去传和平的福音哦。我们要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还要就是使人和睦。你要去传和平的福音。好，如果你有时间回去把这段圣经好好读。这个和平的福音是传给近处的人，也传给远处的人。好，听到这个声音就是地震要来了。好，然后呢，就是要准备一下，提高警觉。好，他也在想，是不是？好，不过呢，不是在我们这边。好，如果是在我们这边，它会开始出现秒数。好，今天我已经收到上百个讯息哦，都在花莲。所以我们要为花莲来祷告。冤仇就是我们要知道，耶稣是用极大的代价来消灭这些冤仇。如果这些冤仇消灭了，就不要再把它带回来。如果再把冤仇带回来，不仅是愚人，甚至你就是让耶稣的十字架再钉一次啊！所以第2章第18节，我们一起来读。借着基督，不管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我们都能够在同一位圣灵里来到天父的面前。不管有再大的冤仇，其实我们的冤仇绝对不可能超过犹太人对外邦人那个仇恨，不会超过。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消灭了，我们就能够在同一位圣灵里来到天父的面前。所以我们已经讲到了4个，现在讲到第5个，这个仇就是我们的分裂，但是耶稣却让我们能够和睦，得到和好，得到化解。最后一个，耶稣要做的就是要让我们从外人变成家人。继续再读以弗所书的第2章19节、20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这样看来，你们外邦人不再是外人或陌生人，你们是上帝子民的同胞，是上帝一家的人。跟犹太人一样，你们也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基础上，而基督耶稣是这家的基石。这里讲到了外人、陌生人，讲到了上帝子民，讲到上帝家的人，讲到了使徒，讲到了先知。所以从这段圣经当中，可以把它组成这个2组。第一组呢叫做外人，外人呢他们却变成了上帝国的同胞。怎么发生的？为什么这一群是他们外人，就是外国人？好，我们现在桃园有很多外国人，台湾到处都有外国人。这些外国人，但是他居然跟我们是用一样的身份证，拿一样的护照，跟我们一样都享受在台湾的健保，怎么能够发生的？耶稣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事情？第2组人是陌生人，这群陌生人就是我连名字都叫不出来，他住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他有什么样的习性，
他有什么样的嗜好，我都不了解。可是圣经说，因着耶稣，我前面都加个十字架，加个十字架意思就是好，因着耶稣啊，变成上帝一家的人，变成家人呢？为什么陌生人变成家人，外国人变成同国人呢？因为有2种人在努力。第一种人就是使徒，使徒的基础是什么？就是出去传福音，到那些没有听过耶稣的地方，去把和平的福音传给他们。所以这群外国人，他们变成跟我们一样，都是上帝国的人。那先知的基础是什么？先知的基础就是讲上帝的话，就是听道理。因着先知传讲上帝的话，我们本来都是陌生人，来自东西南北，互相不认识。可是我们在这边聚在一起，就变成一起都是上帝家里的人。所以在这边，我们看见耶稣做了这7件的事情。这7件事情本来是圣灵不愿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包括我们在过犯上犯罪，我们的灵性死亡，我们的私欲被邪灵辖制，我们一出生就命定要与神隔绝，甚至因这仇恨，我们有分裂，还有我们是外国人，还有我们都是过客，都是陌生人。可是耶稣呢，让我们怎样得到赦免，得到拯救，得到胜利，得到亲近，得到和睦，得到上帝的国，还得到将来天上的基业。所以这7件事情，让我们的生命变成一个圣灵可以居住的地方。而保罗在以弗所书说，这上面这一个家，这个像是一个房子，盖，这样一层楼一层楼盖上来的。可是最重要的房角石在下面是谁呢？就是基督。基督，所以每一个都有一个十字架。基督就是这家的基石啊。所以后面22节、21节、22节，好，这2句话都是关于耶稣怎么盖好这个房子的。我们一起来读：倚靠他，整座建筑得以互相连接，逐渐扩大，成为圣殿，献给主。倚靠他，你们也同被建造，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地方。那个他就是耶稣。所以我们的生命，你的生命，我的生命，本来都在这7件的事情败坏当中，是一团乱，好像那个大地震一样，哇，生命非常的混乱。可是耶稣一件一件的清理，一个一个的安排，让我们的生命，我的生命，你的生命，他的生命互相连接起来。结果我们就变成一间教会，这间教2、3个人变成一个小组，这个小组2、3个小组变成一个牧区，2、3个牧区就变成一个教会，2、3个教会就起来，就变成是一个上帝的国度。所以呢，像是盖一个大楼一样，这个大楼最后成为一个圣殿了。而依靠它，上帝也借着圣灵在这个当中运行，让这个教会充满了力量 power， 让这教会充满了热情 passion， 让这教会充满了意向目标 vision， 让这教会能够知道要向着标杆直跑。所以就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地方。所以我来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如果上帝要住在这间教会，要先透过谁，上帝才能够来到这个教会？最后这一条，圣灵。对，如果这个教会没有圣灵，你觉得上帝能不能住在这个教会？没有，因为上帝是借着圣灵居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指的不是 local， 指的是这个人，这一群人。所以迦南教会怎么开始的？他也是从一群人，然后出来开拓。开拓之后，他们从原来在和平街，后来在永乐街、和平街，后来来到了中华路。好，你有听过这个故事吗？好，那时候是在菜市场。这个地方以前是什么？哦，对不起，应该是隔壁的。好，我们现在是在隔壁49号，以前是一个看守所，后来还当过银行。
但是它变成了一个教会。然后呢，盖的时候原来盖5楼，但是后来再增建，好变成8层楼，好8层楼。所以它也是透过这个过程，我们看到是一砖一砖一砖盖起来。但是牧师要告诉大家，我们要用不一样的眼光来看，这个教会不是一砖一砖，是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盖起来。因为有这个人的加入，所以这个教会又扩大；有这个人的加入，这个教会又扩大。好，所以我们的苏成长老，好，他就是在迦南教会长大的。好，苏成长老，你出生的时候就在迦南教会吗？在耶，是不是？好，那你几岁的时候来到迦南教会？有印象就是都在迦南教会的。庐山长老呢？4岁，4岁的时候就在迦南教会的。好，4岁的时候就来到这里了。好，所以他们也是在这个教会被建造，然后呢成为迦南教会。所以迦南教会不是一个地址，不是一个门牌，迦南教会是指一群人。这一群人呢，好，当然也不是照片上这一群人啊，我选了一个颜色比较鲜艳的照片哦。好，有人知道这个照片是什么照片吗？我听到一个什么50，没有，这是迦南教会50周年的时候，好，然后有一个音乐会，好，有一个音乐会在礼拜6晚上，好，所以邀请了很多的教会一起来献诗，好，所以大家都穿不一样的衣服。我看到这张照片，好，在这个网络上面，好，所以很适合。就是这些人来自东西南北，好，可能身上有不同的颜色，甚至他们的政治的倾向，好，可能有蓝的，有绿的，有白的，好，还有什么紫、红的，好，搞不好有这个一心想要回中国的，好，但是呢，却因着耶稣，因着圣灵，可以这个中间本来是仇恨的。却能够拆毁那道墙，成为一体哦。你们在家中，好，有没有家里遇到选举的时候，爸爸妈妈好会吵架的？会不会？有啊，好，马上就有人举手。好，有没有遇到选举的时候，好，这个家里面整个快要破碎一样，或是遇到这个同志的议题的时候，好，教会里面好吵架，或是遇到了金钱的问题的时候，教会要吵架。教会要分裂，或是遇到其他大大小小，都有可能。但是我们要想到，耶稣是怎么样做？好不容易自己在十字架上消灭了冤仇，才能够让2个仇人、2组互相看不顺眼的人聚在一起。好，但是呢，如果我们又把它分开了，好，等于是再一次让耶稣又回到十字架上。所以要保持和睦是很困难的。今天，刚才牧师一开始说，好，再过40几天，好，就是42天，在6个礼拜就是圣灵降临节。其实这7个礼拜当中，圣灵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寻找他可以居住的地方。圣灵寻找居住的地方是一个打扫干净，是没有罪，是没有灵性的死亡，是没有邪灵。是没有隔绝，好，是没有仇恨，是没有外人，是没有陌生人，是一个欢迎圣灵的居所。当圣灵找到这样的教会的时候，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2章，五旬节那一天发生什么事情？那一些的犹太人，他们从各个地方来过五旬节，然后呢，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好，他们用15个国家的语言。好，如果你去算圣经，好，他们用了15种语言，表示这些犹太人来自15个地方以上，都在赞美同一位上帝，然后呢，都在赞美神，然后就被圣灵充满，然后从那一天开始，这些15个国家以上上万的犹太人，他们是一起在耶路撒冷生活了好几个礼拜，所以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所以住在这里的人就把他们东西拿出来跟大家来分享，凡物共用。好，天天过着擘饼、祷告、一起传福音、做见证的生活，所以教会就在那一天就诞生、就开始了。所以我们的教会
就是从一个欢迎圣灵居住来开始的。今天很多的教会都在强调要建造教会，但是呢，他们想到都是我们建造教会，我们大概要花个1亿，我们建造教会大概要花个10亿。现在讲到建造教会，很多人的脑袋第一个想到都是钱，我们要花几亿啊，现在几千万，搞不好已经还不够了。好，大家都是亿来亿去的，所以为了要几亿呢，这些钱，每个牧师、每个教会的长老都在想办法去找有钱的人来奉献，找穷人他就没有奉献了。好，所以你要想办法去找企业家啦，去找财团啦，然后呢，就是到处教会就越来越偏向这个世界。可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建造教会是要从建造新的人开始。这新的人就是在罪死魔，然后在隔绝的命，在仇恨，在外邦人这些上面，你帮助他脱离，借着耶稣脱离，让他真正享受那天上属灵的福气，让他的生命真的得到改变，得到翻转，他就不一样了。这个礼拜跟牧师娘来教会，然后我们在教会的楼上过了一夜。好，过了一夜呢，我去翻教会以前的周报，翻我们青年牧区的周报。翻的时候，那时候发现我们青年牧区每一周都有邀请人来见证分享，见证分享。然后就看到一个很熟悉的名字，叫做陈敏轩，陈敏轩。然后呢，我就看到他的见证分享，哇，会勾起我有很多的回忆。我想到，对啊，那时候敏轩，他就是要考试，然后他的第一志愿是要当中兴大学的教授吗？不是，那时候他的第一志愿，他是要考消防队，考消防队员。好，那是他自己写在他的见证上面。我说对，那时候因为他为了他就是出来这样工作啊，然后要住在外面，甚至还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地方住，就住在我们教会会友的家里面，好，住了一段的时间。好，可是呢，因着耶稣，好，现在这位陈敏轩，好，你看到他的时候要叫什么？教授好，教授好，而且是在国立大学里面担任教授，他成为一个新造人，好，而这一切都是上帝所带来的。这也是我们迦南教会之光，是不是？好，因为他在迦南教会遇见了神，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迦南教会的光荣不是这些砖块，你把这些砖块或是我们盖了一个迦南教会的一个教堂，说这个教堂是教会的光荣，不是，而是你们、我们每一位。所以建造教会是建造新人，建造教会是要打好根基。不是看神迹。什么是看神迹的教会？我们今天晚上有个医治布道特会。好，如果你有任何的疾病呢，好，就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好，来到台前，上帝今天就要医治你。好，如果你现在有任何的负债呢，你现在有任何好的欠多少钱呢，你来跟上帝祷告，透过你信心的奉献，你今天奉献上去，上帝就会30倍、60倍、100倍的报答你。哇，然后呢，神迹就会发生在你身上，然后就听到台上好几人叭叭叭讲这些的神迹，然后呢，你就跟着奉献。结果奉献完之后，为什么越奉献越穷？为什么我越看参加神迹，我的病好却病得越久，一直都没有好转？问题不是在上面的果子，而是在于树根。好树结什么？好果子。那怎么样才会有好树？就是这个树根有好的营养，你没有这个好的营养，你所结出来的就变成坏树，就变成坏果子。所以在教会当中，最重要的根基就是我们的生命要在基督里，要在上帝的话里面。如果我们只要求那个果子，我想要变成这颗果子，我想要变成那一颗果子，可是没有看到人家的果子是打多深的根基而建立起来的。那我们就永远没有办法尝到那样的滋味。你今天去菜市场，你去买一颗苹果，这一颗苹果很甜，你只是买到一颗苹果，但是你不知道这颗苹果它是从树上来的，这棵树是从树干来的，
这个树干是从树根来的，这个树根是从它在下面所接收的营养养分来的。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我们要有圣灵的果子，我们就要有圣灵的根基。圣灵的根基就是刚才讲那7件事情，都是借着耶稣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才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建造教会不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宗教家，哇，我很对宗教可以讲出这个神学啊，可以讲出这个教会的历史啊，宗教可以讲出各样子的辩论啊、异端啊，然后可以讲出各样的教条啊、规矩啊，然后教会的制度啊、管理啊。教会就是一个家，以弗所书让我们看到这个家的根基就是耶稣，所以我们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密的。这个关系不是外人，不是陌生人。所以一个教会的关系好不好，就是看你在这个教会当中，你可以叫出多少人的名字。你可以叫得出越多人的名字，这个地方就越成为你的家。所以呢，我们来到迦南教会，你可以叫出多少人的名字，这就是一个不容易的挑战。好，但是呢，不要忘记这件事情。你在教会当中，有的人在教会当中可能来了20年、30年，可是他能够叫的名字就是20个、30个，太可惜了。如果你每个礼拜就认识1个人就好了，1年之后你认识几个人？就52个了，随便都比20-30个还多啊！不用太多，你每一次小组、每一次聚会就多认识1个人，1年之后你就可以成为区长了。不要说区长，你认识的人都比小组长还多了，搞不好你认识都比我们的长老还多，不可能。好，我们的长老他每个当选长老都是要200-300人以上，好，他才有办法当选的。好，所以当迦南教会长老很辛苦。他必须要认识很多的人，好，但是为什么他能认识这么多人？因为他去服侍他，他去跟他聚会接触，所以教会是一个家，是一个关系，而这一切都是在基督的基石。好，和本又翻成房角石，房角石就是房子最重要的那一块石头，而这个家就是上帝借着圣灵的居所。好，所以牧师要带领大家，今天的信息完之后，如果你回去，你要再看以弗所书1章、2章，你回去如果你把1章、2章读好之后，你接着按照灵修来读第3章，你就会读得非常的清楚，到底保罗在讲什么东西，到底以弗所书重要的地方在哪里。所以如果今天好像等一下没有小组，是不是？好，因为我们今天是连假，好，所以但是没有关系。你可以想一想，刚才7件天上属灵福气，你有得到哪些？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还没有经验到哪一些的，你要去追求，跟上帝要，上帝一定乐意赐给我们。而且这些福气不是等到将来到天上。好，讲一个笑话，好，这个我们现在不是有教会叫做灵粮堂吗？好，所以这个灵粮堂呢，很多人都以为这个教会是专门在办告别式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这个是一个灵堂，都是灵堂，好，因为他们非常的灵恩，然后都在讲圣灵的充满，好，所以呢，常常都很多人以为说，这个就是专门这个是一个礼仪公司，好，是一个在办告别式的教会啊。好，不过感谢主，灵粮堂没有因为他们是这个名称而被人家以为他们是一个葬仪社啊，他们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教会。因为他们不断的欢迎圣灵，好，就是生命之粮，好，那他们是属灵的粮食，好，所以他们很强调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如果你知道你跟圣灵的关系还没有非常的亲密，还有6个礼拜，以弗所书这一卷书就是一个非常适合帮助你被圣灵充满的书哦。还有就是当基督徒意识形态不一样的时候，很难。这个基督徒他要投柯文哲，这个基督徒他要投韩国瑜，不是，投侯友宜，这个基督徒他要投赖清德，可是他们来做礼拜的时候会怎么做？如果你是台上的牧师，你要怎么讲道？讲到白色，讲到绿色，讲到蓝色，你好像讲到
你要怎么样讲到呢？其实我们可以看耶稣，耶稣那个时候有希律党，有奋锐党。耶稣那时候还有法利赛人，还有撒都该人。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这两个是仇人哦，仇人。可是呢，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天，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变好朋友，因为他们共同的仇人变成耶稣，这是圣经写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那一天握手了，因为我们一起干掉我们更讨厌的耶稣。可是耶稣他说我们要灵巧像蛇，温驯像鸽子。有时候基督徒要顺服，可是有时候基督徒要很灵巧。好，你要懂得怎么样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当中穿梭。你可以进去，还可以出来。更厉害的是，人家看不出来你是什么颜色的。好，就是这边也骂。不是，这边也骂，这边也骂，这边也骂。好，这个是这个白色的，现在最厉害的，好，什么都骂。好，所以你看不出来它到底是蓝的还是绿的。可是基督徒好的颜色，我称它叫做透明色，看不出来是什么颜色。所以耶稣是什么颜色的？透明的。好，有人说是七彩的，七彩的都会被认为是耶稣就是挺同婚的。好，不过耶稣我相信他大概也不会反对同婚。好，但是耶稣更厉害，是透明的，看不出来是什么样的颜色。还有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保证金哦。这个保证金，好，它就是一个兑换券。这个兑换券就是你拿到这张券，就可以拿去换。好，再讲个笑话。好，牧师有一次从桃园回去加油，路上加油的时候，带着我的小女儿允田，我们去加油站加油，然后他要抽奖。就抽到奖之后呢，就叫允田刮之后呢，他就说他得到一个逆奖，逆奖，说什么逆奖？然后拿起来一看，不是逆奖，是二奖，好，国字的二，好，但是呢，因为我女儿她中文是回来10岁才开始学中文的，所以她把它念成这个吃饱很腻的腻啊，逆奖这样子，好，就中了一个来回的机票的优待这样子。可是你有这个券之后呢，你就可以拿这个券好去兑换机票，好，不过还要付钱就是了。圣灵就是我们进天国的兑换券，圣灵就是我们能够欢迎上帝的保证金，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不能没有圣灵。好，但是圣灵这么重要，可是圣灵常常被忽略。我们祷告的时候都跟上帝祷告，跟耶稣祷告。我们可能1年52个礼拜当中，我们会跟圣灵欢迎你，圣灵请你来，可能就是刚好唱到这些歌的时候。可是圣灵到底在哪里？我们花很少的时间跟他在一起啊。好，所以呢，我们要在这剩下这6个礼拜当中，好好的来祷告。好，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祷告。好，第一个要祷告的事情，我们要为受洗2年之内的家人来代祷。我们在座有没有受洗2年以内的？有没有？大家都受洗超过2年？哦，有。好，这里有一位，你是什么时候受洗？2022，好，刚好2年。好，在迦南教会受洗的。好，在迦南受洗，你叫做杰轩，好，杰轩。好，我们为杰轩祷告。好，因为他就是一个新人。2年前，好，杰轩可能在罪、死、魔，还有在这些很多的各样子的隔阂当中，他是外人呢，他是陌生人。可是因着基督，他来到迦南教会，成为教会的一份子。耶稣也在建造杰轩的生命，好，让杰轩的生命能够长大成熟。好，刚才牧师在讲道的时候，杰轩都有在点头，好，而且点的你比旁边这一位叫做永恩还要认真。好，永恩他已经受洗了 N 年了，哈 ，N 年了。好，但是呢，我相信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好，一个受洗只有2年的人，他听得懂牧师在讲什么。可是有的受洗20年的人，牧师讲同样的经文，我不是在讲你哦，我不是在讲你，你不用笑那么大声。有的受洗很久的人，好，我相信他连以弗所书这一段的经文，他大概也还没有办法抓住这个重点。
因为差别在哪里？在于有没有圣灵在他的生命当中居住。如果有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些话你读起来之后，你会觉得好像字变很大，你会觉得他好像在对我讲话。这就是我在读圣经的感觉。我把它做成讲道，做成投影片，跟你们分享。就是我因为在读圣经的时候，上帝好像开我的眼睛，冤仇居然有3种。这3种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最可怕的就是那些你已经知道会发生，你还偏偏要去做的。你已经知道这样下去，你是会跟人家吵起来的，你还要去吵的。消灭圣灵的感动，这是最可怕的。所以我们为节宣祷告，还要再为一种人，还没有受洗的人。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还没有受洗的人？我知道伟华的妈妈还没有，还有雨欣还没有受洗。好，可能雨欣是小儿洗礼，还没有坚信礼。好，还有没有还没有受洗、还没有坚信礼的有没有？哦，这位叫做浩宇，对，浩宇。好，这些都是我们要为他们祷告的人，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更新的家人，他还不是新人，因为他还没有跨过这个耶稣好为他开的这条路，还没有在上帝和众人面前接受这一份信仰，所以这一小步是最困难的。他要洗礼这一小步是最不容易的，越需要我们为他们来祷告。好，因为我知道这就像要结婚，好，决定2个人相爱，到要结婚进入礼堂那一步呢，有的人要走很久，但是有人好却需要花很大的鼓励才有办法。所以我们来为他们祷告。好，杰轩、浩宇、雨欣，还有雨欣的阿嬷，好，求上帝帮助我们，还有包括在我们线上当中，好，参与我们线上礼拜的弟兄姐妹，不论你在哪里，如果你还没有受洗，或是你是2年之内的新朋友，我们要为你来祷告。好，求上帝与你同在，让你的生命借着耶稣每一天不断的成长。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为杰轩、为浩宇、为雨欣、为雨欣的妈妈阿嬷来祷告。主啊，求你来充满他们，求圣灵保惠师来在他们生命当中来动工。主啊，开他们的眼，让他们看见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主啊，开他们的耳，让他们听见真理的福音。主啊，开他们的心，让他们看见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消灭了一切的冤仇。耶稣基督要成为他们生命的帮助，要成为他们生命的基石，让他们能够成为上帝国家里的人，能够成为上帝国的子民，能够成为迦南教会的一份子。主啊，祝福我们在线上的弟兄和姐妹，祝福每一位听到上帝的话的儿女。主啊，在今天晚上要被神你的灵所触摸。主啊，赐给他们生命成长，让他们生命能够被塑造，能够被带领，能够被坚固，能够成为上帝所使用的器皿。哈利路亚！谢谢主，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祷告。第二个我们要祷告的是，在我们教会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有没有中间隔断的墙？什么墙是让你看到这个人转身就走？什么墙是让你想到这个人，心里面那个平安就不见了？什么墙是让我们的心会刺、会难过？可能来自于你的过去还没有消灭的冤仇，可能来自于你的家庭，来自你成长的环境，也有可能来自小组，也有可能来自教会的牧师、长老、小组长、区长，都有可能。这道墙如果没有除去，后果是什么？圣灵没有办法使我们在这当中运行。迦南教会如果有中间隔断的墙，迦南教会就不能成为一个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教会。我们要为迦南教会来祷告。特别我知道
虽然牧师没有经历，但是牧师听到教会在上一任牧者要离开的时候，教会里面有很多意见不一样的声音，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甚至教会有很多原来都是迦南教会的，现在变成不同教会。你觉得在上帝的眼中是同一个教会，还是不同的教会？如果你认为是不同的教会，在上帝的眼中，它有可能会变成不同的教会。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需要圣灵的教导，让我们不要戴着错误的眼镜去看待我们都是同一个教会的弟兄和姐妹。不管是牧师、世谦牧师、应验牧师、游牧师，不管是我们的同工弟兄和姐妹，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我们都还是一家人。中间隔断的墙，有误会，有伤害，有愤怒，但是我们要把它带到十字架。耶稣在十字架上消灭了冤仇，耶稣在十字架上亲自拆毁那中间隔断的墙。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只有一间的教会。我们祝福游牧师、刘牧师、世谦牧师，祝福恩高227教会，祝福迦南教会，祝福这一群的弟兄姐妹，能够早日拆毁中间隔断的墙。不是2间教会，不是2个上帝，不是2个耶稣，而是借着同一位的圣灵，同一位的耶稣，同一位上帝，把我们放在同一个教会。求上帝帮助，也求上帝饶恕、怜悯、赦免我们，让我们彼此来代祷。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为这件事情来祷告，求圣灵来动工，求圣灵来运行。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宣告，耶稣基督已经拆毁那中间隔断的墙，耶稣基督用自己的身体终止了约仇，废掉那一些的规条，要使两方借着耶稣基督造成一个新的人，成为一个新的人。主耶稣，求你听我的祷告。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你在十字架上如何废掉了冤仇，在十字架上如何使两下能够合为一。主啊，求你来医治那受伤的心。主啊，求你来医治，来恢复那受伤的心。主啊，让每个受伤的心、哭泣的心不再受伤，不再哭泣。亲爱的圣灵，请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帮助受伤的人，帮助受伤的心。主啊，不再控告，不再苦毒，而是能够废止那冤仇，而是能够废止那一切的仇恨，一切的伤害。耶稣基督要在十字架上彻底的得胜，完全的得胜。奉主耶稣的名宣告，227教会是我们的教会，游牧师、刘牧师、世谦牧师是我们的牧师。这些在恩高227教会的弟兄姐妹是我们的弟兄，是我们的姐妹，而迦南教会要成为一体，成为一体。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上帝所要做的事情。第3个我们要祷告，也是一个行动。在这个礼拜当中，我们带着这样的祷告，带着圣灵的感动，我们要去传和平的福音。如果上帝给你想到一个人，如果你跟他有不和平的地方，在这个礼拜当中去努力。如果这个人他的挑战很大，在祷告2个礼拜当中去和好。如果2个礼拜不够，在圣灵降临节以前祷告，让圣灵带领你，可以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传和平的福音。如果是需要一句的对不起，如果是需要一个诚恳的道歉，
接纳，或是一个简单的微笑。圣灵如果带领我们、感动我们，我们就一起去做。我们请敬拜团来到台上，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让我们能够成为迦南教会的一份子，让我们能够回到上帝的家，也让我们能够来到迦南教会的家，让我们知道上帝的家，每个教会都是上帝的家。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这首诗歌。亲爱耶稣，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给我盼望，给我一个永恒的家。亲爱天父，请神唤我回到他面前，不再流浪，我看到家的光。亲爱耶稣，亲爱耶稣，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求圣灵给我们盼望，给我盼望，给我一个永恒的家。亲爱天父，请神唤我回到他面前，不再流浪，我看到家的光。回家，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喜乐充满我的心，我不住赞美。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肩负张开爱的双臂，我一生属于他。再次说回家，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喜乐充满我的心，我不住赞美。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天父张开爱的双臂，我一生属于他。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为今天你在以弗所书当中所说的每一句话，感谢你，让我们没有睡着，让我们的灵命没有沉睡，而是你的话借着圣灵一字一句的进入我们的心，让我们听见，也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是耶稣重价所赎回的。我们曾经是与神隔绝的，但如今借着圣灵，我们不再是做上帝的仇人，而是上帝的家人。在上帝的家有无数的家人，青年牧区、儿童牧区、华语礼拜、台语礼拜，整个迦南教会、恩高227教会、桃园教会、长老教会、灵粮堂、行道会，这些都是我们的家人。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得着耶稣基督的印记，让我们带着圣灵的印记，能够领受圣灵的凭据，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成为和平的使者，要宣传和平的福音。让我们从今天晚上做饶恕的祷告开始，让我们愿意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让我们祝福这些逼迫我们的人，让我们学习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耶稣，你说，我们若不饶恕人，我们在天上的父也必不饶恕我们。我们用什么量器量别人，上帝就用什么样的量器来量我们。当我们愿意饶恕人，我们在天上就多得到一份的饶恕。当我们愿意用上帝的量器量给别人，
我们在天上属灵的福气，就得到一份30倍、60倍、100倍属灵的福气。求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位孩子、每一位上帝的儿女，特别是刚刚受洗还是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和姐妹，都是我们的家人，都是耶稣的肢体。让我们彼此的祷告，更帮助我们每个礼拜能够认识至少一位的新朋友，让我们能够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彼此来长大，靠着基督一起被连接，一起扩建成为主的圣殿。祝福我们的教会成为桃园最和睦的教会，祝福我们的教会成为这个地方最和平的教会，最能够带领人回家的教会。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请坐。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也是一种感动，出于甘心乐意，也是一种行动，为主圣工所用。让我们一起用这首歌。我心切切渴慕你，我要紧紧跟随你，你恩典与慈爱永无止息，你心是直到永远。我望我的神。献上我的赞美，耶稣，主耶稣，就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就用。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我们当中赐下和睦，使我们在教会中成为彼此的帮谱。也请求圣灵持续带领，让我们在爱中被建造，成为别人的光和盐。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再用这首歌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我们一切都被更新了。拍手，将一切荣耀都给他。哦主，哦主，赐我新生命，有全新盼望，有着完全的自由，你的自由在我心，你赎回我生命，愿耶稣主宝血，我们来到你面前。万事都可能，你荣耀掌权，我们高声唱，全地都宣扬，同心高举，全能去望你荣耀掌权，你的感叫一切都更新。我们已得释放，不再受到捆绑，你是一切所需，愿世界看见我为主发光。我们高声唱，我们高声唱，宣扬。心高举，全能去望你荣耀掌权，主你大能叫一切都更新。我们已得释放，不再受到捆绑，你是一切所需，愿世界看见我为主发光。愿世界看见我为主发光，我为主发光。
光。太上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赞美你，耶稣，我们赞美你。谢谢主耶稣，你先爱我们。谢谢耶稣，让我们知道你为了和睦付上了多大的代价。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下来的和睦，竭力保守在教会当中的和睦，竭力保守我们在小组当中与人之间的和睦。每一份和睦都是用耶稣的血所赎回的，让我们成为和平的使者，让我们在家中能够缔造和睦，让我们能够在教会、在我们的职场当中带来和平。愿主帮助我们，把我们过去的冤仇在十字架上完全的废去，也赐给我们有智慧，赐给我们有圣灵，让我们不要把那将来的去避免那将来的冤仇，而是能够有智慧的果实，能够用爱心来说诚实话，并且能够带领人回到上帝的家中，帮助外人成为上帝国的同胞，帮助陌生人成为上帝家里的人。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浇灌与充满，天天与你们同在，使你们成为和平的使者，使你们在接下来这个礼拜到圣灵降临节之前，能够传那和平的福音，带领新人加入教会，建立耶稣基督的肢体，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好，我们来报告，感谢主。3月24号，这个临时和会已经监选通过，陈柏志牧师是我们的第6任主任牧师，并且会在5月份的时候就任。26号。26号下午3点。哦，就任礼拜是5月26号下午3点，那5月就会来赴任，对不对？对。好，所以有2个时间。还有，谢谢静怡师母也在我们的当中，大家掌声来，谢谢。对，谢谢大家的宝贵一票，谢谢宝贵的一票。我们这个感谢会持续的到就任礼拜开始，所以每个礼拜都会哈。好，那我们在这个4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天呢，我们会到台北的 The Hope 教会去参访。那是用礼拜天的时间，我们中午会用餐，然后我们会去做他下午2点的这一场的礼拜。那邀请我们所有的核心同工都要报名。那群组里面都会有连结哈，那记得跟陈欣还有陈汉，如果你需要细节的话，可以来询问他们。好，我的那个投影笔不能按，可以帮我按下一页，谢谢。我们还有第3项的报告。好，这是我们6月9号、10号，这个是端午连假的时候，礼拜天、礼拜一我们要有2天的核心同工退休会。那已经报名的人，请找宜芳或者是慧璇来缴1500元的报名费，在4月27号之前。接下来是夏令营的报告，我们现在要招募的是同工哦，就是我们所有行政组、教学组或者是我们的队服的同工。那夏令营的期间呢，是在7月8号到12号。那我们要服侍的对象是国小1到6年级的学生。那我们现在招募的同工，那有报名的连结，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下一个是影片哦哈，影片我们来看乒乓球的影片。乒乓兽肉桌第2集，新竹贡丸。上次介绍了接力赛第1关4季豆，相信大家对我们设计的接力赛也稍微有点眉目了。没错，我们的关卡名称虽然都跟食物有关，但是实际内容都是非常硬核的桌球球感技术。在桌球里面有一种球感练习是将球停在拍面上，那么新竹贡丸这关要做什么就可想而知了，就是要在风大的环境下做到这件事。虽然新竹的贡丸好吃跟风大好像没什么关系，还不赶快开始练习，记得还要找一个人组队报名参加乒乓兽肉桌。5月5号，让我们一起重现嘉南的桌球热潮吧。
好，谢谢。我们的影片到这边，我们大家一起说乒乓瘦肉桌。乒乓瘦肉桌。啊，一定要有这个，还有这个，还有。对不起，还没有结束。下集。我觉得报名影片好像比活动还有趣呢，很好，大家敬请期待哦，名额我们把那个有限。报名延到12月好了。12月吗然后每个礼拜要不要继续拍这个片？对，我觉得影片反而很厉害哈。好，下个礼拜六啊，我们现在小组这个家庆有分2个时段，礼拜六的下午的3点半到5点的时间。那我们下个礼拜六呢是有一个神秘的嘉宾，那神秘的人呢，听说这个人是有经历过403的大地震。是一个有故事的人，这样子哦。好，那请你们当天来哦，敬请期待。我们现在是国中、高中还有大研，我们都在这个时间一起聚会哈。好，那有一个报告是，现在49号的5楼、6楼，还有8楼的牧师馆也在装修哦，所以会有很多的工程在电梯上上下下。那大家出入的时候要小心。那第2个报告是我们第3次的圣礼典是在5月5号的时候要举行哦。那报名期间呢是4月21号之前。那圣礼典就是洗礼的、坚信礼的、转会籍的、信仰告白都是在这一次报名哈。好，那今天呢我们没有小组，因为是连假的期间。那我们的报告就到这边结。那2句话要念啊。真的吗？对，很重要。这个是好事吗？聚会结束之后，可以呼朋引伴吃宵夜，联系感情。如果你不会的，我可以教你这样子。好，帮我找2个人，跟他说：“看见你真好。”看见你真好。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看见你真好，上帝祝福你。看见你真好，上帝祝福你。好，那我们可以请同工来台前做个祷告。